而喺屋企最核心嘅功能區廚房，阿 Ken 就作出一次最大膽但亦最精準嘅改動。咁廚房拆除咗之後啦，客飯廳嘅空間其實大咗，我哋有足夠嘅位置可以加設咗一個中島櫃。咁呢一個中島嘅設計啦，主要有兩個嘅元素嘅。首先就係台面嘅物料啦，我哋選用咗一個帶金點嘅雲石啦，帶出翻個奢華感。另外台下邊嘅設計啦，亦都做咗一個中環交錯嘅波浪條子紋，咁令到個層次感更加突出嘅。但中島只係其中一步，真正影響整個空間流動感嘅係成個廚房點樣打開。到底係做唔做玻璃嘅間隔門呢？因為佢都擔心可能有機會有油煙嘅問題。但係喺空間啊視覺上面呢，如果我哋冇一啲玻璃門嘅門框造型喺度呢，其實我感覺會更加利落。咁所以最終客人就採納咗我哋嘅意見啦，選擇係用一個全開放式嘅設計效果。咁我哋點樣去解決呢一個油煙嘅問題呢？除咗我哋去選取翻一個效能比較高嘅油煙機之外啦，我哋